早2日我錄嗰個影片之後呢，第日，哇！全身嘅肌肉痛到呢，坐都好辛苦。嗰張凳一想坐落嚟嘅時候呢，我要扶住張凳先坐得落嚟。嗰個大髀同個囉柚，哇！痛到呢，就行路都唔掂，要慢慢咁行。上半身仲好啲，即係嗰個膊頭嗰啲肌肉都有痛，但冇咁犀利。但個囉柚呢，有個大髀啊，即係從嗰個膝頭哥對上到囉柚到個腰，哇！我諗我過去20幾30年都未曾試過做完運動係痛得咁緊要嘅，同埋個範圍係咁講嘅，即係證明一樣咩嘢呢？就話我而家個生理或者我啲肌肉，嚴格嚟講係恢復翻到20幾年前嗰個功能，嗰個新陳代謝係翻嚟，好開心啊！所以而家要繼續，好似之前咁啦，先做熱身。
今日就做到呢度。